話加沙襲港吹到亂七八糟啊！除咗咧帶嚟好多破壞之外咧，喂真係估唔到啊！今次咧仲吹咗啲花生炮谷出嚟添。尋日一路睇 TVB 嘅新聞啦，有個靚仔消防員出嚟同大家作出呼籲，提醒市民啦喺颱風天氣咧做好防護措施啊！好陽光啦，咁啊轉頭見到咧有網友啊喺佢嘅 Facebook 度咧 cap 咗電視嘅畫面，出咗個 post 就話佢講嘢好似愛回家之開心速遞嘅朱玲玲吳偉豪啊，咦又真係幾似喎！當時我仲未留意到，原來佢真係吳偉豪嘅大哥啊，吳偉樂，唔怪得知咁靚仔啊！嗱，第一次見到佢咧係喺2022年嘅私家大戰啊，咁當時吳偉豪咧同佢3位嘅哥哥啦，仲有就係爸爸吳大強齊齊亮相啊！吳偉豪就話咧佢爸爸係呢一個節目嘅忠實 fans 嚟嘅，對方咧偷偷地報咗名參加咗個節目之後咧，先至話俾佢哋聽要去錄影啦。咁啊，當時4兄弟一出咧，應該話全家一出啦，就已經成為話題。哇！點解個個都咁靚仔嘅啦？嗱，尋日23號無線新聞台竟然咧有一啲意外嘅收穫喎，因為有唔少網民啦見到呢一位助理消防區長吳偉樂咁靚仔之後咧，嗱臨就 cap 低佢之後放咗上網啊，大家齊齊討論啦。咁啊，隨即有網民發現咧，佢咪就係朱玲個哥啦，即是中年好聲音吳大強嘅大仔啊！嗱，其實咧，吳偉樂除咗喺私家大戰同大家見過面之外啦，今年年頭啊，緬甸發生嘅7.7級大地震，吳偉樂咧都有隨行去到災區咧進行一個搜救工作嘅。估唔到今次話加沙襲港啦 ，TVB 新聞短短地一段嘅影片咧，就已經成為咗熱話啦，靚仔真係有着數嘅。